咱来关心天气，讲到这菲律宾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，预估伫咧未来2天就会变做今年第6号风台威帕。这气象署判断讲，这粒风台对台湾未造成直接影响。不过，这拜5到礼拜外围环流会予台湾各地头拢落雨，特别是东部含这恒春地区，雨可能会落真大，也提醒民众爱特别注意。大人是风台的季节，菲律宾东边的海面已经有出现热带性低气压，气象署预估，过1-2天就会变做轻度风台，嘛是今年第6号风台威帕。气象署表示，若准变做风台，预估拜5到礼拜会上wat台湾，有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，也毋过未直接对台湾入来。未来的路径跟上午看法还是一样，还是会比较先以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，最后会从吕宋岛的北端陆地通过，然后进入到南海，然后再进入到中国大陆广东这一带。台湾因为吹西南风佮转东风，拜时台湾各地是侪云较好天，或者是落西北雨。南部地区含各地山区要注意过道有较大的雨势。拜5到礼拜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上大，拜5东部的雨势会豆豆变大，西北部地区以西北雨为主。拜6礼拜南部会落阵雨，中部和北部会落西北雨，咱若东部和恒春地区可能会下大水雨，提醒民众出门要注意。周6跟周日这2天的话，除了在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持续之外，在南部地区也是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。那目前来看，6日2天，中部以北的天气还是以多云到晴，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为主。气象署嘛表示，拜时北部会较热，中华部分地区卖出现36度的高温，民众若是出门爱记得补充水分。气象署讲，后礼拜1准风台虽然会对中国去，不过后礼拜2到拜3，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，全台湾天气无稳定，民众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。记者魏宗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